个疫情有豆豆较稳定咯，交通部趁这个势面来推出着国内旅游的补助，包括团体游览、游乐园任行的优待，甲民众带暝优待。7月15就要开始来实施，其中带暝部分一间房间一暝上济补贴到1300块，啊，讲55亿的预算用完都无啊，所以省大省赢。消息一传出来了后，各大饭店、游乐园拢开始来规划，要来抢人客，要来冲关着暑假的大房率。疫情趋缓了，现在交通部呢也推出了最新的旅游折抵方案。现在只要入住呢，像这样子的星级酒店，最高就可以折抵到1300元。交通部拍算伫7月15开始实施国内游览的补助，礼拜到拜四，也就是平常时啊，带入合法旅宿业会使省800块。另外，大是星级的旅馆、访客面上、脚踏车有限旅宿、宽不飘奖，也是温泉飘奖的旅宿业，也是人客本身有注3剂疫苗，拢会使过加上500块。一间一暝上济会使省130块。我们连餐食的部分也想说直接回馈给所有的客人，我们连餐食都加码送1300块钱给所有的住客。伫房价上款4千级的饭店，英国休入的是订房拢客满，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订房敢若5成尔，食饭的有优待。另外还有像这种饭店结合游乐园的也有呢，在这个国旅折扣补助的优惠范围内，而且饭店还会另外再推出加码的折扣活动。270度的落地窗的景观，会使看到火焰山，搁看到游乐园的这个游泳池，正面就是摩天轮、乐园结合饭店，嘛要伫休热的时冲订房论。在7月3号开始呢，每个分店只要前100名，每日100名，都还另外呢再加码800，所以呢是可以最高补助到2100元哦。那饭店的房间有优待，观光旅游业者入园，这个门票嘛有拍折，平时票价拍3折，外国人嘛适用。要团体旅游的补助，集团上限是3万块，目前补助的细节还未公布，不过各饭店乐园已经开始准备啊。伫国内游览补助，搁加上因本身的活动拍折，搁拍折，将进前因疫情影响惨淡的业绩，要重新搁加赚回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